嘉义县大埔发生规模6.4个大地震，台南南西区有真侪人家厝拢受损，也毋过民众嘛无想要离开，有诶是先困伫车顶，有诶就继续踮伫厝里。公所是表示讲，目前有451间厝有来申请鉴定，今仔会全部来完成，嘛已经协商旅馆、青年活动中心会当来安置至少152个人。 民众一透早就无用整理家园，台南南西湾区地区因为地点较压贴，厝体大部分拢是红瓦厝，未堪得6.4公斤，受损非常严重，甚至有徛过厝顶规个放弃，加上资讯无打码，地震了后，也是有人硬住伫咧边仔的房间，无去安置中心。伊咧遐厝遐有走去。 嘛是有走去就对啊，有花咯。你暗时安尼困内面，敢困了暗时因为昨个地震样知，够2、3个地震。我知，你搁困伫内面就对啊。对啊。袂感觉讲安尼惊吓是？加减嘛。南西捌听有较严重，大家拢伫外口啊。你拢困车顶安尼？无敢在内面啊。 地震了后，南西重灾区有真侪民众的厝体受损，为更加已经搭上黄单甲红单，也有袂少人排队等待土木技师的鉴定。区公所也安排老人文康中心、旅馆、青年活动中心安置灾民，目前有42位接受安置。即摆先去以前去带爸爸妈妈的厝遐，唔敢倒来厝吼。唔敢，这袂大只啦。所以你们现在也都还在等。对啊，还在等。你们晚上还住在这吗？对啊，不然住哪里？ 那今天结构技师工会也会持续派技师来办理相关的房屋鉴定。另外，在收容的部分，目前有收容42名。地震了后第2天，也是有几多架的地震尾，除了民众的徛街以外，连餐厅嘛受损严重。这几天拢无法度做生意，加在外界资源一直入来，希望灾民会当度过灾后的复原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